最近台东县的网络社群出现台东美术馆展览场要招人的信息，一天出2000块，有真侪人拢要印。不过查证了后，确定是假消息。而且最近伫咧北管区嘛有这款诈骗的信息，提醒乡亲若要印头路时，目睭就要闭好紧。台东美术馆9月到10月的展览，场地拢已经安排好势。不过这2天伫台东县的网络社群，所出现10月初5至初6要印8个展览的工作人员的信息。而且一天的工资是2000块，不过实际上敲联络电话过，发现已经暂停使用，刚才当用信息来联络。您拨的号码暂停使用。因为我觉得公单位的真人应该不会这样子的真人吧。台东县文化处随伫相关的网络社群公告，美术馆目前并无引人的活动，嘛报案处理。警方表示，全国各地嘛有出现类似利用展览要引人的资讯，目前已经在追查来源。相关单位如果需要征求人力的话，我们会在县府的公开的网站上面公告讯息，那也会有相关的联络资讯。经本分局向台东县文化处查证，当日并无举办活动或任何场域租借，确定该则贴文为诈骗广告。警方呼吁，最近国内就业诈骗的手路一直翻新，即嘛甚至是利用公部门的扛棒来骗人，提醒民众都要特别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